暫時係1。好，你一開閘揮灑自如，應聲彈出快成個馬位啊！內欄紅海風帆都快啊！第3位嘅馬標誌浩瀚啦，第4位出邊啊辣得準走埋上去啊！內欄第5度啦，有威威神區黃衫，咁啊粉紅衫第6位仲有龍之月啊！後邊嘅馬匹啦，內欄多多開心啦，中間金絲大俠，外邊維港激流啊！後邊嘅3匹馬華麗再贏，尾位置係航至尊啊！殿後個馬匹係福聚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啦，紅海風帆就內欄走咗上嚟放頭嘅。跟住喺第2位揮灑自如啊，外邊呢就辣得準啊！咁啊內欄第4位威威神區，中間第5位仲有標誌浩瀚啊，拱埋嗰隻呢就龍之月出去㗎啦，龍之月呢就粉紅衫嘅，後多層啊嘛，維港激流亦都喺外邊啦，後啲嘅馬匹金絲大俠華麗再贏嗰啲啊！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紅海風帆佔先少少嘅，揮灑自如呢就逐步逼近㗎啦，中間位置追嘅馬呢仲係辣得準，外邊龍之月冚埋上去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揮灑自如佔先，外邊辣得準追緊佢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位置龍之月大我東仲有隻華麗再贏，最後50米佔先仲係揮灑自如，辣得準逐步逼近200米，相當接近第1名埋邊，似乎有得影嘅。咁啊揮灑自如入邊，辣得準呢就外邊好接近嘅，追咗上嚟呢。揈下揈下條脷嘅喎，嗰隻就華麗再贏，第4名係龍之月啊！睇埋終點嗰步，邊隻導先呢？揮灑自如入邊，出邊係辣得準。終點嗰步似乎都仲係入邊啦。徒弟幫師傅贏馬揮灑自如一出即勝，後尾落飛大熱門辣得準第2。咁啊啲 Q 位好多着燈呢，就跑過第3喎，華麗再贏啊！咁啊龍之月就跑第4。咁啊繼包裝名將之後啦，馬房呢又多匹自購新馬，初出呢就即刻贏。